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2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台南市立委候选人姚振宇10号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现场千外名支持者到场相挺，韩国瑜顶座位拿赢大卡徛台，共同推荐姚振宇。好友谊姚振宇连下竞选总部成立大会，10日上午伫北区和威路盛大场场，真侪拿赢大咖拢到场赞声友台选情，包含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立委陈以信、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进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执行长柯志恩等，为姚振宇披彩带、收前旗，送上有着胜选的肉粽等吉祥物。姚振宇。记者出身，记者的最大能耐是什么？挖掘内幕，挖掘真相，而且一直挖，绝对不停手，所以他才有办法做到副总编辑。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女性，就是完全代表的台湾阿姓女性的精神。要建立立法院最大的目的，和姚振宇同款，就是要把这毒糖。一杯一杯甲酿出来，安尼好无？好。要甲这个官商勾结，这个官员，一个甲送入去笼仔内啦。姚振宇强调，选战正日最后1个月，伊阁咧等候对手辩论回应，希望这一场选战会当正面对决。不但要比个人条件，比参选的理念，更要为国家大政方针讲得清楚明白，为台南的建设发展做活路。姚振宇的参选是希望给台南乡亲另外一种选择，和台南乡亲会使宣布同款的立委，虽然对方对手的实力足强，不过振宇唔惊，振宇甲挑战，振宇向他下战书，希望政策辩论。我要问他。你要为台南乡亲做什么？台南乡亲的两岸政策是什么？台南有很多凤梨释迦卖不出去，你是不是可以修正你的两岸政策？我要问他，你要做一个监督的立委，还是一个护航的立委？亚洲顶场韩国瑜强调，人民才是上大，这是民生事变，多困难的选区拢有可能会当选。看到最近捍卫中华文化北女老师被网军出征，伊也表示，若是要切断中华文化，敢是要拆掉全台守合台南孔庙呢？安尼对着后一代囡仔是要如何教育？亲爱的乡亲，切断以后呢，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要怎么教育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要用什么有形的、无形的价值？伦理放在我们下一代孩子的脑袋里面，陪伴他一生。我们把中华文化切断以后，我们要放什么文化？姚振宇表示，为媒体人到参选立委，凭着对着国民党、对着国家期待挑战强敌，伊无咧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甲意识形态治国，用国家资源壮大家己的政党，用庞大经费军国，军人较无法度食饱。讲民进党的立委争取经费补助，实在是超限。姚振宇呼吁台南的乡亲，和国会加一位敢讲真话、敢监督政府的立委。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12月迎接圣诞节，9号暗时，台南大湾坝举办公益点灯活动。市长黄伟綽、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等人出席，除了共同为圣诞树点灯之外，更送出运动鞋仔、篮球和偏乡学校的学童，场面相当温馨。在台南市长黄伟綽、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等贵宾的带领之下，台南大湾坝15米高的圣诞树正式点灯。好棒哦，好温馨哦！这场圣诞点灯活动结合公益，已经迈入第15档。大湾坝甲台南市府共同合作，为台南市山区10间偏乡国小的学童送到篮球、册包、运动鞋仔等物资。另外，还有来自各界爱心。和学童感受到温暖。非常感谢我们徐董事长，还有所有远东集团的同仁，大家这么具有爱心，能够为我们许多偏乡的孩子，为我们许多弱势的朋友点燃心中一个灯，让他们感觉倍觉温暖。我们市长是很热忱一位，
他百忙当中还跑到这里来，因为他晓得很多居民都是对这个亮灯很有兴趣，所以他特别跑来。活动中，远东集团也以颁发感谢状，予台南市府以及各界企业。同时，伫结束了后，特别安排偏乡学童参观人科科学馆、蓝营天文馆，同时享用圣诞节大餐，予学童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企业不是只是赚钱，然后是希望给所有的小朋友快乐，有福同享。我看到小朋友很开心，我就很感动。今年圣诞树以奇幻森林为主题，甲南科科学馆合作，打造一系列自然动物的装置艺术，吸引不少民众来拍卡翕相。当天也邀请到荷兰美声 Martin Hurkens 演唱圣诞节歌曲。用美妙的歌声替晚会画下完美的句点。台南新闻所派采访报道。南胖董事长也是后永岛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欧普明，9号当天亲自回到故乡，发送787万买文金，予北门、将军、客家等地区的弱势，予因安心过冬。9号透早，伫北门立中溪林安宫前，来自北门、客家、将军3区的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已经客满庙埕。因为后永岛社会福利基金会将发送一人3000块的当年慰问金。本身担任南胖董事长的欧普明，每一冬拢会回到故乡来关心。会中的议员陈坤和甲前议员欧丁才以及各区区长陪同，伊强调发送慰问金已经第13冬，就是抛砖引玉，好有企业拢利用故乡好事做回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咱每年伫这个寒冷的时阵，就来发放社会救助。咱已经是无停，每年提加这个编这个金额来增加。今年是787万2300个。感谢安尼媒体会当尽量扩大，互企业界，大家是每年的寒冷，大家。来临故乡来帮忙这需要咱救助的人，这是社会伫这个进步科技的社会，应该伫这个文化救助这块，应该要做得较好。呼吁企业界能够以此为例，我们一发放就是10几年了，能够这样认养你的故乡，来帮忙故乡，尤其偏远地方的，我们应该要来关心他、鼓励他、救助他。对来协助办理当年慰问的前议员欧丁才，对欧董事长的善行特别表达敬佩。伊的善行伫阮地方得到真温馨的一个感受所以我真正感谢咱的侯普明因兄弟3个兄弟自因是大人先谢了后。做咧南方的股票，甲全球的股票，攞摕出做一个基金会当互社会得到真大的温暖。再者我就愿替伊做，伊出钱我出力啦。后永岛基金会对了发送当年慰问金，13冬来累计5852万，受益人数高达23000多人次，而且也导致吉兰救助金甲宗教慈善救济等公益。当中，今年所捐40万，予北门文山国小的儿童福利金，校长嘛亲自到场赠送感谢状，场面温馨。台南新闻军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第17届岁末有爱市集北区社造派对高和新大举办，会中除了邀请老中青三代广播人，欢庆胜利之声广播公司70周年生日，并推出50来单位，现场表演和亲子活动，让民众斗阵伫假日时啊做公益。今日一度由北区公所、专业慈善基金会以及昆山科技大学、定山官校甲法林合办的岁末友爱市集，已经迈入第17届。高和伫阿嬷咧看市集，总共56个单位，加上草皮亲子的活动，互大家度过一个温馨和爱心的假日。讲到爱心，因为专业作为非营利机构，董事长李明伟伫开幕式嘛特别捐赠300床的棉被。伫肖局长的见证，要互北区、南区甲安平区的家收入好。另外，会长嘛捐赠10万块，互德兰启智中心，互因运用伫交通服务的油钱，相当感心。开心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慈善团体，我们跟他合作，一起来办这场爱心活动。谢谢你们，我希望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再站个10年。迈入第17届岁末市集甲社区营造成果，嘛因为拄好胜利之声广播公司70周年，所以特别邀请老中青3代广播主持人来做伙切鸡卵糕庆祝，同时预祝明年台南400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比个赞！人生有3项好，身体健康上好，哦。会当出外游山玩水嘛，真好。若听电视电台、中华广播电台，又搁较好。伫所有市集的单位当中，包括钟楼、花德、圣安等6个社区，拢将规档营造甲地方创新的成果予以展示。区长嘛，这个活动希望市民共同来关心。阿嬷，你看市集呢？这个廊道在110年完成了之后，虽然历经了我们的整个疫情的关系，那但是每个月还是持续都有1场以上的活动。那所以说，在这边也代表着我们在地这个地方创生的生命力是源源不断。伫岁末的市集当中，一个单位营收嘛拢会来做公益，邀请大家做伙来捧场，嘛见证青年创业参与公共事务真好的平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永康区林小宝店武良宫伫10号举行消灾祈福会供科仪大法会，活动现场由大活佛总土仁波切主法，并由市府民政局长担任主祭官，同时邀请永康区长各级民意代表共同参与祈福。永康林小宝店武良宫每当年底拢会办理寒冬丧乱消灾祈福会供大法会的缘由，是为了1805年2月6号发生的美浓大地震。造成维权大楼倒塌，中华国际甲东北佛教总会惠吉祥大活佛总土仁波切为宜兰乡亲超度祈福结缘。同时，每档的祈福法会拢会结合公益活动，温暖社会弱势角落。1805年地震啊，这个就讲咱国际假淡巴仁波切活佛啊，结合这个信念，所以啊。每一年拢受到啊，咱所有的信众的肯定啊，所以互咱庙方啊增加信心啊。主委王大明表示，活动可以为整个会供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的信众，拢会当添智慧、添财富，保佑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会供可以圆满后，阁会特别准备玉皇大天尊。献舞上帝所赐的大吉、大利、大红包、麻油鸡饭、素食便当送予民众，希望在这种来临的圣日一冬，拄具保生、吉祥如意。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举办第23届台湾儿童以及少年优质节目颁奖典礼，本届总共颁发10个奖项，有59个节目得奖，奖金高达30万。中嘉宽频也连续5档赞助经费，为推动儿少优质节目持续努力。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得奖的是
客家电视台小欧事件部，恭喜小欧事件部。第23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奖举办颁奖典礼，今年共有117个节目参与评选，创23届以来最多，共有59个节目脱颖而出，并选出6名总评审团看好奖，以及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影视类儿少评审团奖、声音类儿少评审团奖、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数位平权，以及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与年度创新奖等7大奖项。今年我们有声音类的奖项，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 podcast 的节目来参加优质儿童与少年节目的评选。那除了公共电视台、客家电视台，还有大爱电视台之外，也有商业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还有个人的内容制播团队来参加我们包括影像类跟声音类的作品的评选。所以今年的节目跟参赛作品非常的丰富。今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最佳人气奖，也就是有一个线上的影展以及线上的票选活动。今年来自包括台湾在内世界各地的关心台湾儿少节目的观众的投票有超过1万人次，算是历年来最踊跃参与的一次。此外呢，我们今年的最佳年度主题是数位平权奖，这个奖也是在希望能够提升台湾的儿童少年对于数位平权的意识，特别是在数位时代，我们会越来越关注包括儿少世代、年龄、性别，还有族群的各种在数位时代里面必须被看见、被听到声音之外，他们的隐私权、个人资料的保护也必须要得到重视。影视类儿少评审团奖得奖的是《换个爸妈过几天》，恭喜换个爸妈过几天。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嘉宽频连续第5年赞助活动，中嘉宽频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也亲自出席，颁发影视类与声音类2项儿少评审团奖，鼓励从儿少视角出发，倾听儿少的声音，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节目内容。那中嘉集团其实我们全省有12家有线电视系统，那事实上有线电视还是如果根据调查，其实它还是合家观赏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平台那我不免觉得这么棒、这么多的优质节目，如果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放到，其实每一家有线电视台都有一个第3频道、公用频道。那我想这个可能可以跟媒观基金会来做一些讨论就是说让这些好的作品呢，能够透过电视的平台第3频道也能够在全省播映那我觉得主办单位真的非常用心就是说除了从成人的角度，也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视角。那我知道这个儿少评审培力营呢，而且这个评审团呢，我们一共有30位，来自国小、国中以及高中换个妈妈过几天是一个透过社会实验，换爸妈的社会实验，然后让小孩子去体验8天的不一样的生活。那希望能够解决家庭的亲子冲突的问题。那也希望儿少能够从当中看到自己的可能性。那在这制作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艰辛，然后也有很多的挫折。那很感谢所有一路陪伴我们完成这一趟旅程的所有的辛苦的工作团队，然后还有主持人，还有最重要的是那6个非常有勇气一起参与把自己的各种的可能性把它展现出来。观察今年参赛节目，评审团表示，影像类可在多元开发制作剧情片类型的节目，而声音类可以发现今年题材相当多元。同时呼吁媒体多关注并制播0到6岁学龄前优质儿童节目。我们如果是以影像类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类型还可以再多元开发。如果
像今年我们看到的剧情片只有2部，那如果说能够因为小孩子喜欢听故事嘛，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拍一些儿童电影、儿少的电影，那还有就是动画影集，因为这2种类型是孩子最爱看的。可是这是我们在这一届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非剧情片的。我们知道他制作的很用心，所以影像类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为。那至于在声音类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声音能够图像化、立体化，这是它必走的一个趋势哈。那如果像现在我们也看到 Podcast 的有这么多这次来加入、来开始报名、来参选，我觉得他们在题材上的创新让我眼前一亮，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制播的品质也是大大的提升，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 Podcast 的是绝对是可以更上层楼，但是电台有电台的优势，电台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就是，我发现啊，不管影视类、声音类，他们青少年的占比太多了。几乎如果我们以学龄前来讲的话，学龄前的儿童节目反而是串流平台跟 Podcast 比较重视学龄前，可是学龄儿童节目呢也是其次，好，最少就是学龄儿童啊。学龄前的儿童是我们很关注的，因为儿少节目的主体应该是在6岁以下的学龄前的儿童跟学龄儿童7到12岁，反而这2个类型的这2个年龄层阶段是我们优质儿少节目必须加以投入的，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需要。最需要就是影视来作为，或者是用声音来作为他们陪伴。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要再加油。我期待明年应该会大有可为。媒观董事长罗世宏表示，非常感谢中嘉宽频持续赞助经费，让颁奖典礼年年都能盛大举办。同时，也公布明年度主题为 SDGs 永续发展目标，期盼各类媒体能够制播与主题相关的优质儿少节目。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